中华县特殊教育学校有一位脑性麻痹的学生，因为伊的脚甲手在当中呢，拢受到先天性限制，根本就无法度运动。即马伊透过辅具开始练习在涂骹练球，实现做运动选手的梦想。这套辅具是物理治疗师甲特殊学校的老师同齐设计，也得到第7届教育部特殊教育教具设计优点。运动助理员嘛是物理治疗师的郑嘉怡，替李宗宪选手穿辅具，透过图表选择轨道高度，脚一压悬，球就会当顺势练出去。中华县特殊教育学校的学生李宗宪，因为脑性麻痹，脚手无方便，过去根本无法度参与运动。即阵因为有辅具，互伊成功成做地板练球的运动员。今年5月，佮要代表中华县参加全国身心障碍运动会。你这个运动参与敢有感觉真欢喜？啊，参与的过程中敢会真紧张？会哦。目前我们找到的就是右侧髋关节，目前的动作是最独立、最顺畅。但是上困难的是脚压起来，伊个髋关节压起来，这个动作吼没有办法往前推的力道，所以我们要解决它这个力道的问题，哈，它的力学的问题。物理治疗师郑嘉怡讲，李宗宪选手正脚是上有力的，所以伊参周正达老师做伙设计出适合李宗宪选手正脚使用的辅具，嘛得到第7届教育部特殊教育教具设计优等的肯定。因为阮即个囡仔是一个标准的选手，即个物件都要符合即个国际的规定。我啦请学校资源、目光资源，即个扶轮社资源，甲尽量去找即个辅具厂商斗相共。即个囡仔呢，伊有迄个脚骨肢体上面的一些困难对即个囡仔来讲地板滚球可能就是因唯一会当去参与会当去表现家己的一项活动中华县特殊教育学校表示，地板练球这项运动是针对重度动作控制困难的身心障碍者设计活动。学校嘛有成立校友队，透过团队比赛，让学生有交流的机会，会当活动身体，会当激头脑，一兼二顾。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